来继续来看这个大甲妈花园，早起一透早是到中华园林，第一站先到园林的病院，感谢这届随行的俊香医疗团的协助。这个大甲妈绕境的队伍，因暗要自驾离的中华天后宫来过暝，庙方嘛特别来呼吁，虔诚迎接到妈祖就好，千万唔通趁机会惹事端，也若无，就会马上来报警，带离开现场。 大甲妈游境进香第7天，花莲的队伍入去到园林地区，受到信众热烈的欢迎。大家拢想要看妈祖镇南宫副董事长陈明坤特别请銮轿来感谢陪同游境进香的医疗团队、民众医护人员、呼叫甲妈祖祈福。 非常感谢我们医疗团大家拢给清水人来参加大家也不怕这个疫情的关系，因虽然是回去有时间就过来，所以我很感动。 信徒闹受伤，医护团队队随处理，有10多年历史，由全国医师、护理人员所组成的进香医疗团队，本来有100多人，因为随着疫情愈来愈紧张，有一半的人被调转去，因为医院有真侪医护人员有闲，就倒来斗3工。医疗团的这些成员陆续被各医院跟各单位召回，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也是莫可奈何的地方因为国家前线防疫还是最重要的。 队伍一日到市场，民众烧钱拜妈祖，有当地摊贩准备几千份的发财金，要民众体。镇南宫嘛对咧发平安符，现场是闹热滚滚。谁来都欢迎，可是我们不要闹事，我们要了，你只要来拜拜，干妈、干车、妈妈。已经进香队伍暗时的主驾伫中华天后宫，就惊讲如果不法的分子趁这个机会惹代志。镇南宫特别呼吁信众虔诚迎接妈祖就好，唔通惹事。中华警方嘛出动更较侪警力伫现场戒备，只要有人来闹，就会随掠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